世界12强棒球赛，咱台湾摕到世界冠军。捕手林家正也伫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即个36人的名单内底。不过昨昏，伊是伫美将也对外宣布，伊已经向美国大联盟运动家队签约，被头届参加大联盟的春训，所以伊确定要辞掉即届的国家队。林家正伫世界12强大红了后，未来去到正人关心，伊真侪解表示，也是想要去美国职棒拍拼。在伊伫面册宣布已经甲 MLB 运动家队签约，也得到2019年入美国职棒以来头一届大联盟的春训，是替经典赛资格赛的积分甲参赛，造成国家队甲教练团的无方便，感觉真失礼。伊也阁特别感谢中职会长蔡其昌。我们是祝福他能够在大联盟上去就不要下来了。希望林家正各为国家队拍拼，不过这个选手要继续追梦。蔡其昌希望林家正去哩大联盟就唔通落来。资格赛积分名单4个捕手扣除林家正，也阁有高宇杰、张孝宏甲陈忠武。球评是讲3人开训就入队，会当提早了解团队互因投手的资料，无需要先烦恼投捕配合。如果这次他慢慢的才回来的话，其实那个时间会有点太紧迫，反而让现在这3位已经掌握蛮多选手跟蛮多球队的近况，还有外队的资料的这3个人，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说差到非常多。球评嘛指出，虽然伫国外的少年投手有几多个一个毕业就出去，不过出国前拢是有18个资历，即个会当甲学长甚至是细汉时啊钦培对象做伙拍球，会有真侪引导甲帮助。他们这个世代，我的观察蛮敢冲的，搭配有经验的学长，后面好像有点均衡 balance 的效果，拉他们一下，那刚好我觉得会是很好的一个效应。中职表示，教练团拢有甲国球团参详球员的使用规则，像讲12、13大韩交流赛有卖票，伫美国的投手都未上场；像讲伫外国球员报道的时间，伫倒一场关门练习赛去模拟比赛的状况，拢爱照一个开始规划甲安排来训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